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11，咱做来读何西阿书第10章到第1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0章，以色列是熬生炭，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果子结哪侪，这段就去哪侪。土地出产哪丰富，石条上就做哪水。因的心诡诈，一定得受定罪。上主要听因的这段，非因的石条上。彼时，因为讲，阮无王，阮无得惊上主。有王，伊会当替阮做什么？因空喙暴指，南山就抓入狱，因互公义变做不义，亲像黄狗的毒草四界试探。伯亚文的山牛仔上受毁坏，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吓，为着牛仔上哀伤，因的祭司悲哀，因为金牛已经失去阳光，因的牛仔上为互人扛去亚述，做礼物送互亚述大王。以法人未受凌辱，以色列因为拜偶像见笑，撒玛利亚的王未消失，亲像水面的柴油啊。阿文的山头段，以色列犯罪的所在未受毁灭，遐个这段为互刺白甲这个看满。人民会对大山讲，甲阮扛起来；对小山讲，甲阮跌落来。以色列人，恁对基比亚事件以来继续在犯罪，恁继续得罪我。想讲伫基比亚攻击犯罪的人的战争袂临到恁，我一定会来刑罚这个犯罪人，因犯两重的罪，立国会组织来攻击因。以法人是好教的牛母，爱论我国。我将胆挂伫以水阁涌的红棍，我要互以法人拖车，互犹大犁田，互哪国背上田头，着为家己开垦拍远的地，种公义受阻碍。现在是追求上主的时，以来的时，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。恁种消受罪过，食白菜结的果子。恁挖靠家己的亏力，可惜恁有真侪勇士，所以战乱的喊话会临到你的人民。你所有的堡垒会互人拆毁，亲像亚述王沙利曼伫战争的时拆毁别阿比勒。迄时老母甲因的囝儿拢会互人杀死。别第二人啊，恁最大恶结，会拄着上款的灾祸。天一个光，以色列王就会受消灭。第11章，上帝讲，以色列细汉的时，我就听伊，我有调我的囝出来急，我若激因，因若走开。因甲巴力献祭，对偶像烧香。我看以法人的手甲因行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，照顾因。我用主臂的手，忍耐的大看因。我对因的红棍压开因的胆，压落去养一因。因毋肯转来我遮，安尼因一定会搁倒转去埃及。互亚述王统治，战乱会临到因的城，毁坏因的城门，破坏因的计谋。我的子民坚决背叛我，安尼因叫天，天袂应。以法人啊，我哪甘去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互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，亲像对待西边？我的心已经改变。我的情充满人民，
我袂发出猛烈的生气，袂阁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毋是世间人，是伫恁中间至圣的上帝，我袂阁对恁发生气。上主会亲像狮在吼，伊的子民会跟对伊，伊一个吼，因就摇摇带对西边赶来，因为亲像赤鸟摇摇带对埃及飞来，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，我要互因住伫家己的厝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犹太人用白杀，以色列家用诡诈包围我，犹大嘛背叛上帝，对神圣的上帝无忠实。第12章，犹太人规日第日东方，所做无采工，世界拢是白杀甲强暴，因甲亚述立约，送橄榄油予埃及。上主控告犹大，嘛要照以色列的行为责罚伊，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。因的祖先哪国伫海里抽掉兄哥的骹后田，壮年的时甲上帝相恩，伊恩亚天使，流目屎求祝福，伊伫伯特利拄着上帝，伫遐甲伊讲话。上主是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，所以你着归向你的上帝，持守慈爱公正，不时耐心听候你的上帝。以色列亲像生理人，爱用无公道的钱欺骗人。伊讲：我真正好野，有真侪财宝，无人会当指责我趁的是怀财。对你出埃及的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搁住伫布边，亲像在守节期。我捌对先知讲话，互因看见真侪异象，通过因讲，比如今日有犯罪，伫遐的子民拢无路用，因为因伫吉甲献牛仔做祭，因的祭坛会变做亲像园里犁沟顶面的石堆。早前哪国走去阿兰地，以色列为着要娶某甲人做工，为着要得到某替人饲羊，上主用先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嘛通过先知照顾因。毋过因惹上帝生气，主会将因老人的血的罪归伫因。因立约主，主一定会甲因刑罚。第13章，早前以法莲之族一个讲话，人拢皮皮纸。伊伫以色列中受尊重，毋过伊拜别列，犯罪至到死。因犯罪哪犯哪罪，因用文为着家己做偶像，师傅照因的想法铸造偶像，拢是人做的。因讲，咱来对牛仔像献祭，搁甲引浸，安尼，因为亲像早起时的雾，亲像清早的露水，真紧就打去，亲像五谷场的初天，亲像对窗仔冲出来的烟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我对你出来吉的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以外你毋通认别个做上帝，我以外无救主。伫旷野打扫的地，我就捌你照顾你。我养饲这人民，互因食饱，因一日食饱就自高，煞袂去对我。所以我要亲像狮攻击因，亲像豹觅伫路边当等因。我要甲因攻击，亲像失落囝的养母，拆离因的胸坎，亲像师母甲因吞食，亲像野兽甲因拆喙。以色列啊，我要甲你毁灭，啥人会当帮助你？你特别爱有王甲领袖来救你。打王伫倒位？遐城的领袖伫倒位？我伫受气中替恁设立王，
嘛伫大象棋中甲伊废除。以法莲的罪过拢有记录，伊的罪恶拢有保存，伊未受崔尊的疼痛，伊亲像戆囝。出事的时警告，要秘伫主宫口毋出来。我检着救因脱离淫妇的关系，我检着赎回因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伫倒位？淫妇啊，你的毁灭伫倒位？我一定无要怜悯因。虽然以法莲比别个之族较繁荣，毋过上主为互强烈的东风对旷野吹来，伊的水泉会干去，水源会断去，伊所接触一切的财宝拢会受抢夺。撒玛利亚人着担当背着上帝的罪，因为倒伫倒下，因的婴仔会互人杀死。有心的妇人人的巴肚嘛会互人破开。第14章，以色列人，你的罪有互你绊倒，着回头归向上主你的上帝，着倒来归上主，甲要讲的话准备好势，着对伊讲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，用恩典接纳阮。阮就用称赞代替承认。阿术袂当救阮，阮无要搁徛马出阵，无要搁对阮做的偶像讲，你是阮的上帝，因为阮遮会做孤儿的，只有会当对你得到怜悯。上主讲，我要医好以色列的背叛，真情听因，因为我已经对因煞我的生气，我要亲像甘露降落予以色列，因就亲像百合花开花，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顶根。因的枝伸长，花木生，亲像橄榄树；因的芳味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。因为倒来踮伫我的荫下，为亲像五谷生长，葡萄树开花。因的好名声亲像黎巴嫩的酒。以色列人，我甲偶像有甚物关系？我要应答恁，看顾恁，要亲像青翠的青树滴引你。我是一切福气的源头。有智慧的人会明白这的事，明理的人会了解这的一切。上主的道路正直，义人一定会行这的路。毋过悖逆的人会伫这的路跋倒。咱今仔太圣的节伫何西阿书第10章到第14章。